大家好，歡迎收睇娛樂快訊。首先同大家講一個好消息，頻道會員已經推出咗，大家每個月做會員就可以獲得會員福利，快人一步獲得最新嘅娛樂快訊。講起近年香港電視圈最成功嘅音樂選秀節目 TVB 嘅中年好聲音，絕對係當之無愧嘅現象級神作。由2022年開播至今，不知不覺已經做緊第4季。但係，正當大家熱烈討論緊邊個會係中年好聲音4總冠軍嘅時候，節目組竟然拋出一個震撼全城嘅消息：中年好聲音宣布將於第4季完結之後正式休戰1年。如果你係 TVB 王牌節目中年好聲音嘅忠實粉絲，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休戰1年消息一出，各大網上討論區即刻反應熱烈。點解一個收視咁好、話題性咁高嘅王牌節目會喺最高峰嘅時候選擇煞停？肥媽表示，主要原因係想俾成個製作團隊同埋大眾唞一唞。肥媽仲語重心長咁話：呢一年嘅空窗期可以俾啲暫時未符合年齡資格或者仲未 ready 好嘅參賽者有時間長大，做足充分準備先再上戰場。而由第一屆開始就揸旗做大會主持嘅車婉婉對停辦決定表示非常體諒。婉婉直言，製作團隊連續不間斷地推出足足4季節目，大家嘅身心已經到達極度疲勞嘅狀態。而婉婉日前亦喺 IG 出 post 貼出10個月以嚟嘅點滴，感性留言：最後一次錄影，10個月的時間，我們一起度過很多，百感交集，一直非常多謝阿媽照顧我們飲食，盡在不言中，感恩不捨。睇得出成個團隊經歷咗4季嘅消磨，真係好需要一個 break。立即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官方雖然話休戰係為咗走更遠的路，見好就收，但係一眾網民同觀眾又點睇呢？娛樂快訊翻查咗各大討論區，發現網民嘅反應呈現兩極化，而當中最惹起爭議嘅，竟然係評審團嘅評分標準。有部分忠實粉絲當然大表不捨，覺得每個星期日晚少咗個精神寄託，但有更多網民認為節目依家停辦絕對係明智之舉，甚至直指節目嘅公信力已經開始下滑。網民嘅火力主要集中喺以下2點。好多觀眾批評今季評審似乎特別偏好嗰種爆發型、高音、狂飆嘅嗌爆咪唱腔，只要參賽者喺台上聲嘶力竭，就算感情欠奉都往往容易攞到高分。相反，一啲行內斂路線、講求細膩感情表達嘅選手就經常被批評太平淡而慘遭低分淘汰。最令網民扯火嘅係，早前有參賽者喺台上發生嚴重嘅忘詞失誤，但評審團竟然輕輕放下，最後依然俾高分過關。有網民直斥，如果真係有中年好聲音誤，希望你哋幾位評判俾分，正常公平啲啦，唔好次次嗌爆咪嘅高分，唱錯歌詞嘅有高分。咁對其他默默準備一字不漏嘅參賽者公平咩？面對網民咁猛烈嘅炮火，評審團又點回應？作為歷屆4輯嘅常駐評判張佳添，面對外界對節目停辦同評審嘅質疑，日前深夜喺社交平台轉發報導，並撰寫咗一篇1000字長文，親自為節目休戰一事護航。張佳添喺文中拍胸口，向所有觀眾保證，第5季一定會重啟。佢認為今次停一停，對中年好聲音呢個神話級選秀品牌嘅長遠發展，絕對係百利而無一害。回顧過去4屆賽事，張佳添感性地形容呢個係一個奇蹟。節目唔單止喺疫情前後為社會注入滿滿正能量，改變咗好多參賽者嘅生命，更加成功帶動咗華語地區嘅歌唱熱潮，力證音樂在民間。張佳添呼籲觀眾唔好失落，應該趁呢1年時間，好好去支持過去4年發掘出嚟嘅優秀唱家班，因為佢哋急需知音人嘅實際買飛支持。不過張佳添嘅長文中亦暗藏玄機，佢坦言1年後嘅變數極大，屆時電視台嘅節目形式、評審團以至主持陣容都有可能迎來全面洗牌。我不能肯定的是，到中午來臨，到時節目的形式是怎樣，誰是評判，誰是主持。張佳添豁達表示，即使未來觀眾未能喺評判席上見到佢嘅身影，自己依然會係該節目的超級粉絲。呢番言論隨即引發外界廣泛猜測，TVB 係咪打算趁呢1年空窗期大刀闊斧改革評審團，
以平息網民對評分不公嘅怨氣。順帶一提，張佳添日前喺 FB 貼出《中年好聲音4》最後一集錄影照，搞笑留言：最後一天係錄影廠，錄影尾3一集同 Semi Final， 大家也不捨得呢個 Big Family。我對可兒的右邊面尤其熟悉，惹得有網民抵死留言：我淨係唔捨得可兒咋，哈哈！睇嚟網民把口真係唔收。立即訂閱我哋頻道，記得撳鐘仔，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講開評審大洗牌，今次停辦風波竟然意外觸發咗大批資深電視迷翻查香港選秀節目嘅歷史，結果大家竟然揪出一連串令人震驚到起雞皮嘅神級巧合。原來肥媽、周國峰同張佳添呢個鐵三角組合身上一直孭住一個打唔破嘅亞視魔咒。我哋帶大家坐時光機翻去2009，當年亞洲電視舉辦咗一個極具代表性嘅歌唱節目《亞洲星光大道》，第一屆冠軍係羅力威，大家仲記唔記得？當年正正就係邀請咗肥媽、周國峰以及張佳添組成鐵三角評審團坐鎮，鐵三角合作無間，節目大受歡迎。但到咗2012年第4季《亞洲星光大道4》跳舞吧，評審團突然遭遇大換血，只剩下肥媽孤軍作戰。最終到咗第5季，節目直接轉型為跳舞主題，連唯一留守嘅歌唱評審肥媽亦遭剔除出局。15年之後，3位評審喺 TVB 中年好聲音重聚，結果點樣？竟然再次喺第4季迎來節目停播或者洗牌嘅命運。有網民喺討論區激動留言：原來連班底都有亞視魔咒，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呢3位鐵腳注定無法攜手走到第5屆，永遠只能做3至4季評審。究竟呢個係純粹嘅巧合，定係電視圈真係有無法打破嘅玄學宿命？如果真係開中年好聲音5，周國峰同張佳添仲有冇得留低？大家不妨喺留言區話我知你點睇。講咗咁多未來嘅嘢，我哋拉反個焦點落依家進行得如火如荼嘅中年好聲音4，今季嘅總決賽將會繼續跳出電視城，直接係啟德體藝館舉行，名為登峰之戰。喺咁大個場館搞 final， 絕對係 TVB 近年少有嘅大製作。日前節目組已經為10強晉級7強進行咗錄影，中4嘅終極10強名單如下：周志康、鄭仲豪、鄭家聲、陳旭培、吳奕偉、尹景順、蔡密哲、許美琪、游淑晴及許韻妮。有消息指，為咗保密7強名單，等觀眾有驚喜， TVB 喺最後一場錄影時，竟然要求現場所有觀眾提早離場，唔俾觀眾睇到最後宣佈結果嗰一刻，邊幾個被淘汰，要大家自己估估下。不過世上冇不透風嘅牆，網上已經有疑似內部工作人員或者係參賽者家屬爆料，流出咗絕密嘅淘汰名單。據網上瘋傳嘅消息指出，接下來呢3個選手已經喺7強晉級戰中慘遭淘汰。周志康背負住超級巨星嘅光環，大眾對佢嘅期望極高，可能就係呢份無形嘅壓力令佢臨場發揮未如理想。陳旭培早前先大髀受傷，痛到面容扭曲，但依然堅持頂硬上，完成比賽兼封 MVP。如果因傷影響發揮被淘汰，真係令人惋惜。鄭仲豪一直以嚟表現4平8穩，絕對係穩陣派代表，但去到10強呢個神仙打交嘅殘酷舞台，單靠穩已經唔夠，欠缺咗突破性嘅爆發力，最終只能夠帶住遺憾告別舞台。如果爆料係屬實嘅話，7強名單係鄭家聲、吳奕偉、尹景順、蔡密哲、許美琪、游淑晴及許韻妮，但係以上名單純屬網上流傳，真實結果當然要等 TVB 正式播出先知。不過如果周志康同陳旭培真係出局，相信又會引發網民新一輪嘅黑幕或者賽制不公嘅洗版式聲討。雖然淘汰賽咁殘酷，但中年好聲音4嘅嘉賓陣容絕對係星光熠熠，誠意十足。為咗增加7強晉級戰嘅觀賞性，節目組特別邀請咗極具地位嘅風水大師兼玄學天后麥玲玲師傅，聯同90年代當紅女歌手許秋怡驚喜現身，齊齊化身為選手嘅知音人。麥玲玲師傅笑言，自己之所以會出現，原來係因為老公係中年好聲音嘅超級 fans。我老公真係好中意睇中年好聲音4，每逢星期日晚都會坐定定喺電視機前面，
仲會自己攞張紙出嚟幫參賽者評分，專業過啲評判啊。玲玲姐亦大讚當晚錄影氣氛超級感人，每位參賽者都發揮出超水準，甚至令現場唔少人感動落淚。許秋怡喺現場都忍唔住感嘆，好在自己早出道，因為依家香港唱得之人實在太多，中年人嘅實力絕對不容忽視。除此之外，神級女歌手衛蘭亦都有現身錄影廠。據了解，衛蘭將會擔任嘉賓評判，有衛蘭助陣，相信對選手嘅唱功要求會進一步提高。大家絕對可以期待一場高質素嘅聽覺盛宴。各位觀眾，中年好聲音由2022年爆紅走到今年，陪伴咗香港人4年嘅歲月。佢唔單止係一個電視節目，更加係無數中年人追夢嘅寄託。雖然第4季完結之後會暫別大家1年，網上亦都有好多批評同不滿嘅聲音，但無可否認，佢成功喚醒咗香港人對廣東歌同埋對夢想嘅熱誠。正如張佳添所講，觀眾群已經開始年輕化，停辦1年，啱啱好俾一批即將夠歲數嘅潛力新星蓄勢待發。或許2027年嘅中年好聲音5會帶俾我哋一個全新嘅賽制，全新嘅驚喜。睇完今日嘅分析，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呢？你覺得到底嗌爆咪係咪真係容易啲攞高分？你對網上流出嘅周志康、陳旭培、鄭仲豪被淘汰名單有咩感覺？你信唔信呢個消息？如果第5季真係大洗牌，你最想邊個評判留低，邊個評判被換走？歡迎喺下面留言區瘋狂留言同我討論下，我每一條都會睇。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小鈴鐺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最新娛樂快訊。下條片再見，拜拜。